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仔日是台南市议会第2届第6次的临时会，上午的开幕。在国歌唱煞以后，市长赖清德才进入议场就座，引起议员王家珍的不满，认为市长无尊重国父，也无尊重宪法。不过，民进党议员董品娥认为，应该把重点放伫地动的灾后重建，无应该失去焦点。议会上午召开第2届第6次临时会，不过因为签到人数一直到10点50分才过半，所以伫议长李庄高的宣布之下，才正式来召开。伫开幕仪式以后，议员王家珍因为不满市长赖清德伫唱完国歌以后才进入议会，所以头一个站起来表达意见。如果他不尊重我们的国父遗像，不尊重这个国旗，不尊重现在是中华民国的现实首长的话，叫他就从头到尾宣布他不要来。长，今天的大会赖清德没有进来唱国歌，跟国父遗像鞠躬，是不是表示520的时候，蔡英文他也不要唱国歌，也不要对宪法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的总统？议员董品娥认为，这次临时会重点伫2月6号地动灾后的重建甲现款的运用等等，所以呼吁大家无分哪力，将焦点放伫议程当中。我希望说，今天我们就聚焦在不分蓝绿，我们只关心我们这次临时会所排的议程，也是关心说我们各界所捐的善款到底是多少。到底要怎么来帮助我们这些受灾户？未来重建之路还是一段非常漫长的一个路程，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政治化。市长赖清德需要利用地动灾情专案工作报告的机会来回应议员的质疑，强调虽然议程是定伫9点半开始，不过开会时间并无一定，加上伊无用处理公文耽误到时间，所以特别借着这个机会向大会说明。台新闻记者林根采访报道。2月6号的地动，经过市府中建小组的讨论了后决议。维管大楼所有权人依照市府现办的保障助地条例，会当补助100%，不过上济无超过300万。但是东区的台地市场则是补助5成，上悬无超过150万。议员詹培亚就认为安尼无公平，要求爱比照维管大楼的补助条件。根据市长赖清德伫2月6号地动灾情专案报告当中指出，维管大楼所有权人依照市府兴办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补偿助地条例的标准，补助100%，上济无超过300万。但对着东区台地里生产市场，每一个所有权人补助50%，上济无超过150万。对此，议员詹培亚质疑补助的标准不一，无公平。为什么他就是不得一起标准是50%，一间是一户只能不得150万，一个100%是赶快受灾户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分别的差异？是跟增援报告哈，我们看过去921南投大地震，就是全岛50万，半岛20万，其他就通通只有地利贷款，其他都没有了。那台南市这次02、06，因为有来自社会的广大善款，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做这一块。那第二点就是说，永康大楼的状况还是比其他的大楼要来得严重。这包括里面的房子，因为要抢救人，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让居住的民众回去取他的财产，但是其他大楼是有时间的。所以呢，我们考量到状况的不同，所以给其他的大楼是50%。上限150万，维管大楼是100%，是300万。这个是部分是有一部分是弥补他财产的。另外，议员卢坤豪要求市府检讨伫维管大楼救灾当中，是毋是规定无适当，也是应该改进的所在，以作为未来大型救灾的重要依据。阮只不过要甲恁告知尔，是不是？
不管是本县市，我甲你讲，学起来有真侪衫裤拢穿好势的，拢是内底是寒死、枵死、喙打死的呢，毋是真真正正互地死的呢。延长1分钟。你看到我心都，看到报纸报安尼，咱心袂疼吗？所以我希望讲，恁会救灾即处，恁会检讨，恁爱赶紧写一个报告出来，我看卖看，恁这个救灾同工伫遐是有失，有疏忽无？你做市长，你做认真，我知影。可是救灾你无一定是内行啊，因为咱的一点的观念唔对，加害死足侪啊。对此，市长赖清德表示，大型机构的进驻拢是有经过专业机构加人事的评估，才来执行救灾工作。但新闻记者林根采访报道。针对38亿灾后善款的运用，市府特别邀集各工会代表，推荐专业人士成立管理及监督委员会。议员洪玉峰建议市府公开成员的名单，以确保公平性。另外，议员王家珍则是质疑这笔钱到底敢有够用，希望市府伫行政定数顶面会当做好更较完善。议员王家珍伫临时会当中提出，包括38亿善款到底敢有够用，以及伫行政流程上到底爱安怎做才会更较完善。另外，也针对自来水供水问题、甲土壤异化应用对策，向市长提出质询。今天我们在做一个事后的检讨，市长有没有召集相关单位？延长1分钟。能够在当时使得我们的水的使用不至于到后来缺到大家如此那般的苦不堪言。关于水的问题呢，我跟经济部杨次长还有自来水公司的王总经理，我们有开过会。我希望他们3阶段恢复供水。第一个呢，就是比照垃圾车的方式，沿线定时定点提供水给居民。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这个民管，先把民管埋好。第三个才是地下的暗管的埋设。但实在是因为这次地震破了1000多处，已经远超过第6区处的这个复建的能力，所以时间拖得比较久。那行政院张院长来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跟他拜托，那院长也支持，就是说要求自来水公司后续成立一个蓄水池，来帮助虎尾寮社区，就是不要说像过去一样水停最早停，水到最晚到。那如果可以因为这次地震，然后去解决过去长久的问题，那对他们才比较公平。针对各界的善款，市府特别成立捐款专户设置管理以及监督委员会，由受灾户也是家属代表、技师、律师、会计师等工会推荐的专业人士，以及市府相关首长组成。议员洪玉峰要求公开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以达到公平性。你有提到说有成立那个管理跟监督委员会，那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到底是你说是工会推荐的？工会推荐是谁？我想这是社会大家需要知道的，你应该公布让社会各界人士知道，这些委员是真的不是以主席的意见为意见的委员，他们可以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提出相当具体的建议我想这个部分也要请那个市政府注意。对着每一笔善款的运用，市长赖清德表示，由副市长曾旭正担任召集人的捐款专户设置管理以及监督委员会，将于第3月22号召开第100个会议。对着每一笔款项来源甲使用方式，存落来善款，市府拢会伫网站公开，接受大众监督。但新闻记者林根采访报道。中国城的空间活化再生，对台南的发展有真重要意义。这个案20号伫市长赖清德视察之下，正式启动拆除作业。不过，看伫拆迁户的眼中，却是悲别牺牲，因为被市府强制征收的厝，拢只有市价一半，更加免讲过去开大钱做装潢，互因真正是满腹的无奈。
中国城曾经是台南市区车营一时的建筑，不过现在已经变成治安的死角，甲天高的住生的所在。所以铁路甲活化再利用，市府对去年10月开始强势进行都市更新改造，同时伫20号大型机具正式进驻，启动铁路作业。不过市府号称的府城周带所改造美梦，看伫铁线护杆中，却是伫抗议无效之下无奈牺牲。只希望市府按照历地承诺，千万唔通官商勾结，过去见闻。迄无路用啦，即马讲的拢无路用啊啦。一旦着同意书较无去啦，啊，着实在看要安怎。吼，啊，伫但愿伊即块地以后毋通去官商勾结，安尼上好啦。吼，你要做绿地，你永远做绿地。你毋通到有一段时间过吼，啊，含建商合作，要过来起厝，安尼就毋对啊。阮这是吼，拢原讲出来哦，已经用咧拍了后，阮钱还未摕到，阮钱要等这个月才拿到呢。所以我们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人家是拿到钱死赖皮不走，我们是没被赶走了还没拿到钱，所以完全很粗糙，这个手法这个太粗糙，而且不是必要设施嘛，你卡这动没动我就想拢无。对此，市府都发局表示，该计划以区段征收进行开发，预计伫7月初完成铁路工程，但待明年7月景观工程完工，地点对中正路直接通到台南运河，成为看日头落山美景的新所在。但新闻顾问及王子豪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汽车哈，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外科主治医师徐凯西，因为唔甘妈妈登记洗药纸，所以将家己倒边的药纸关给妈妈。也因为伊的友好甲杰出的医疗素质，所以获选台南市社会优秀青年。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外科主治医师徐凯西，因为唔甘伊的妈妈登记洗药纸。所以有瞒着伊的妈妈，将家己的药纸来管出来，给伊的妈妈。手术之后，两个人拢复原良好。也因为柯医师伫外科专业的杰出表现，甲有效的素质，来得到台南市105年社会优秀青年表扬。希望借此鼓励青年奋发向上，友好父母。很幸运有机会能够就是捐自己的肾脏给妈妈。也很高兴能够遇到国张院长领导的移植团队，帮我们从手术前到术后，整个医疗过程都非常的顺利。也很感谢院长他们移植团队提供这么高水准的一个移植的手术医疗相关的服务，非常感谢院长。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院长李伯章讲到柯医师的友好，也非常的感动甲认同。说实在的啦，凯西捐肾给妈妈在我那个行医的过程里面，我真的很感动。凯西本身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一个年轻的外科医师这一次又获得那个台南市的社会青年的楷模那当时告诉我说他想要给妈妈的时候，说实在的，我真的都快要掉下眼泪觉得真的是孩子这么孝顺但我们整个就是医疗的概念，就是我们希望给病人就是因为肾脏一直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生活品质那我也祝凯西跟妈妈就是身体要永远健康我是觉得说我们好好照顾
一起把这个疾病把它克服那样。柯妈妈因为后生关键，才会当拥有彩色的人生。徐凯西医师也希望透过家己案例，会当传达器官捐赠的重要，希望会当让更加侪人了解，推动器官捐赠的概念。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伫日本京都的金田边市，当初为了进行相关的观光旅游，想出用办公椅的滑行比赛，而且一般都是办7档，引起轰动。现主席这项比赛，马将伫4月24号来到台南进行红鸡比赛。参赛者坐伫办公椅不管用什么技巧，都是真专业推杀。每一队以3个人刷来比，看倒一队速度上紧。这款的比赛其实伫日本京都已经办了7档，今年3月26日将再次进行。其实当初日本当地会办这款趣味比赛，嘛是为了提振老家观光，所以莫互咱台南正兴嘅商店积极争取海外第1场的跨国合作。4月24日就将第1摆来到台南红鸡比赛，插入相关气氛。我们在办的地点呢是在这个海岸路的中正路到振兴街口，会封街举办。那为什么日本要办办公椅比赛呢？因为这个金田边市的商店街呢，因为曾经有点落寞了，所以他们就透过办比赛的方式呢，把整个这个气氛炒热。那炒热的这个过程当中，跟台南振兴街非常的像。所以就以一个姐妹街的形式去进行街跟街的对抗，那就用这样的方式就串起这样的桥梁。该正面的比赛嘛，伫着侪企业甲厂商赞助，其中老爷酒店的总经理嘛报名参加，全力支持，希望成为在地活力的来源。我觉得这个最有趣的就是，因为没有人用办公椅在去做这个竞速，虽然天天在做，但你从来不会想要去玩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至少让在生活中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那这是我最主要想要参加的一个目的。当然，为了唤起更较侪民众知影这项好消息，正兴帮的参赛者嘛头白布条进行誓书，希望伫市府甲各单位全力的支持，并且肯定这项民间对民间为主题跨国趣味比赛以外，买当将冠军留伫台南。日本跟台南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在京都，在文化上，我们基本上都是所谓作为一个国家的古城，所以我们希望在文化上跟在这个传统的这些产业上有所交流。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商圈的活力。那我想台南在去年到今年经历过非常多的事情，那一切都是靠民间的活力才能让台南走到今天。所以我们就非常乐于见到说，台南有这样活力的商圈，跟京都有这么有活力的商圈，可以联合起来做活动。我想这个不管对2个城市还2个国家来说，都会是一个非常棒的合作。台南第一。台新闻官及王志豪采访报道。伫台湾，日本的美食以着拉面上界受到欢迎，第2就是乌龙。不过，顶多是日本上界普遍的美食荞麦面，较无受到注意。所以来台南定居的日本人大洞敦史，就希望将荞麦面的健康甲美味介绍给大家，同时嘛借着开荞麦面店，思念日本故乡的口味。选择来台南徛起，今已经第5档的大洞敦史，美容社也是以教日文为主，教历史才会制作日本在地荞麦面。对做这间店面开始经营另外一个人生，卖看伊熟练的手法，竟然是对无数字通开始，不断学习吸收别人的成功模式，希望甲所有台南人分享。其中上界要紧的荞麦粉，无对日本进口，而是选用中华所生产的，除了成本可量，重点也是讲究新鲜、表面品质，加上揉面过程，调和一定比例水，定顺手工过程，每一个细节拢袂当马虎，而且落开力所做成的成果，更是一份思念故乡的感情。我之前住在日本的时候，不是很特别喜欢荞麦面，但是移居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很想念。荞麦面是一个我的故乡的味道。对大东顿时来讲，4档前会选择来台南，同时后个月特别带某请客，辛苦当中嘛透露大大的满足，因为当初就是介迄份家伫台南街头充满文化气氛的感动。那个时候我去安平、孔庙，还有赤坎楼等等，
然后我自己觉得哇，这么小的城市里面，怎么这么估计怎么这么多？就我觉得很想要更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这个城市的历史。我自己那一天我觉得，如果要研究台湾，一定要住在台南。大东顿时表示，因为坚持荞麦面完全手工讲究新鲜，所以拜六礼拜每一天限量50人份，对120块到200块不等。有想要品尝民众，拢需要预定。同时，以后若有机会，卖各对荞麦精致研磨开始，推出几套的体验来提供因故乡调布的美食文化。台新闻管制王子豪采访报道。富勒蒙教育基金会甲台南市政府合作进行英语师资培训计划以后，21号搁再甲台湾地方地理研究论坛签约，共同为推动英语成为台南市官方第2语言来努力。富勒蒙教育基金会一直提倡英文成为第2官方语言，日前甲市府合作英语师资培训计划，并捐助1000万台票，予市府作为推动专案用途。佮列出关键条款，欢迎其他县市提出计划，做伙努力。目前加入行列的城市已经有屏东、高雄县市来下顺细节。这次来到基金会签署合作计划的单位是台湾地方地理研究论坛，未来将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台南市各大观光地区英语服务的满意度，提供给市府作为相关政策实施方向。为了台湾的未来的一个竞争力，未来的一个发展。以我的本身的经验，英文是一个辅音的基础。假如英文没有普遍能够去讲了的话，很多从教育这个都不能够去做好。那我们尽我们这个，当然这个应该是讲政府的事情嘛。那我们是用我们自己地方的一个小力量，能够来推动加速这个。把英文能够推上这个第2个官方语言。我们这个计划的话，它其实是以问卷的部分，它是分为2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去探讨就是台南市的一个民众对于台南推动英文成为第2官方语言的一个我们说的认知的分析，对于这个政策的一个了解。那第2个部分就是说，对于在分析就是观光旅游经营者的部分，还有民众，还有外国的旅客，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有就是说在硬体设施，比如说在地环境啊、网站啊，然后交通观光导览的这一个部分，那对于一个英语的满意度的一个调查。透过问卷调查，了解观光旅游业者甲旅客对着台南市英语环境的真实认识，同时会当提供台南市的旅游业者行销建议，打造台南成为英语优先城市，提升国际形象。未来富勒蒙教育基金会希望会朝向这个方向努力。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短暂阵雨天气，温度19度到25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3月21号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